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和地活法，我係你哋嘅活法專家 Jason，呢度係你嘅全球活法情報站，我哋會第一時間為你追蹤最新生發科技、獨家頭皮養護攻略，用天然加科學幫你捉緊每一根頭髮。有時咧，我都幾羨慕咧擁有童顏嘅朋友。我認識一位朋友就係咁，到而家已經4字頭，都仲係 keep 住中學時期個樣。佢同個20幾歲阿仔出街，就好似情侶咁。天生擁有童顏當然開心啦，但係如果頭髮仲少過你阿爺，你又接唔接受到呢？有皺紋可以打針填，各式各樣嘅方法都有，只要有錢就搞得掂。但係禿頭呢，就真係無期徒刑，俾錢都未必救得返。頭髮真係人嘅第二塊面，正所謂一禿毀所有，幾靚仔靚女都冇用。個樣係父母俾嘅，但係頭髮呢係由自己 keep 返嚟嘅。根據英國皮膚科醫學會2022年數據，30歲前開始脫髮嘅男性，自尊心呢就會暴跌率就超過62%，唔係講笑，真係會好影響生活。而向職場，禿頭會唔會對競爭力打折呢？根據美國應用心理學期刊，面試官對禿頭求職者嘅領導力評分低於正常髮量者23%。而日本 HR 協會做咗個魔鬼測試，揾2個35歲男士拍片見工。A 君擁有靚仔童顏，但係有明顯嘅地中海脫髮；而 B 君雖然有皺紋，但係擁有一把濃密嘅頭髮。結果係87%面試官揀咗擁有濃密頭髮嘅 B 君，更血淋淋呢係薪金差距呢，童顏禿頭組平均年薪比濃髮組少11到18%。人類大腦係自然地會對濃密頭髮等於年輕活力產生聯想。愛情路場上又點呢？向全球最大交友 App Hinge 做咗個殘酷嘅實驗，用同一個男仔相 P 走佢一半頭髮，再放上平台，結果呢，配對率暴跌78%。社交方面呢，唔少禿頭男性都會拒絕某啲活動，譬如游水活動，主要因為怕頭髮濕水唔好睇，怕沖走假髮影相唔好睇。聯合國 WHO 最新警告，全球禿頭人口近30年飆升420%。根據衛生署數據，香港每4個男士就有1個係嚴重脫髮族。多頭髮唔係虛榮，而係你嘅社交同埋職場必需品，更可能係愛情嘅入場券。你唔好以為戴帽就搞得掂，頭皮長期局促，毛囊可能會死得更快。究竟呢個又有冇事實根據呢？下一集就講講呢個話題。下一集再見。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，又想追蹤全球最新生髮技術，記得撳下 subscribe 同埋通知鐘仔，有最新影片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啦。